腓立比書2章3至4節，凡事不可自私自利，不可貪圖虛榮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睇其他人比自己強，各人唔好單顧自己嘅事，亦都要顧別人嘅事喎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，有時因為自私對其他人嘅冷漠，以為自己好叻，原來呢啲都會阻礙我哋去愛人㗎。所以今日嘅經文提醒我哋要放低自私自大，要去學習看顧別人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會點樣看顧你屋企人嘅需要，而放低自己呢？分享完之後，讓我哋一齊禱告。神啊，求你教我以謙卑嘅心愛人，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。